南投县清北溪寿天宫现天上帝进香旗，去互县府登录做无形文化资产。为着传承文化，寿天宫今日是举办全台语学堂，小开进香，也阁有桥班团的文化。除了是要培养文化之光，嘛招这有兴趣的民众到认真捌因的风俗。学员讲，三通过不少人拢是头摆体验，这是南投民间的寿天宫举办的进香旗文化全台语学堂。连续2天的课程，除了讲到林松文甲清北溪的关系，清北溪进香文化等等，也有实际操作。亲像冬义堂武术甲赛阵，桥班团文化才体验。1、2、3，安尼就好啊。伫遐扛桥扛到实在是足辛苦的，我才知影即马桥班才是辛苦。写一寡甲咱台湾文化、甲咱的历史有关系的一本册，我就是要甲这种基心啊、道术、法术有关的这样文化，拢写出来。咱林松文伫咱清北溪发生什么代志？因为伫咱清北溪来讲，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地点哦。为18世纪来讲，过来19世纪，过境脉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在。寿天宫表示，照传统，无论是念书文、礼仪停税进行，拢爱讲台语。不过，即马有一寡进香团煞是讲华语，因此即个活动特别要求，无论是讲师也是学员，拢爱用台语来深化甲进香旗民俗文化相关的知识。即届即个活动内底，伊感觉有兴趣，未来嘛会使就去煽动着即个南投县的即种伝統文化的傳承。用華語來講，迄個氛圍、迄個氣氛甲感覺完全攏無共款去。咱嘛用着大部分人用台語來對即個文化資產來做探討。除了即届扛大桥、甲爬山通过，政治体课程嘛有办当机大练班、手桥班这体验。寿天宫强调，透过课程也希望未来文化志工拢会当用台语。伫进香期间，为信徒做文化资产导览的服务。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。